鏡頭刷登來台灣來關心到新竹市長的選戰。這個市長高虹安甲伊的競爭對手立委曾敬庭，攏開記者會，針對着最近催婚的食安問題，針鋒相對，也就是一句來一句去。請外界不要一直在用一些什麼蓋牌或者隱匿的這樣子的訊息，說我們都沒有處理。表情嚴肅，新竹市長高虹安今仔日帶市政府的官員開記者會，要為新竹市最近爆發的食安爭議做一個講個清楚。除了中聯油品的這個稽查，也同時還有炊粉跟米粉的這些稽查檢驗等等的工作，也相當的辛苦。從5月底接到通報之後，我們就開始了依規的努力清查。強調面對有各類炊粉加米粉接到通報了，就已經預防性回收。高虹安替市政府員工打抱不平，也不過同一個時間，伊2026競爭對手曾敬庭嘛佇立法院開記者會加批評。5月多，家長已經有發現在學校有使用這一家名好企業的一個炊粉，他們在6月3號又檢驗一批也有問題，但是他們在6月3號有問題之後也選擇蓋牌哈。在這期間呢，我們並沒有任何的隱匿跟蓋牌，收到批號之後，立刻全新竹市都來做徹查。不過曾敬庭罵講市政府看牌，和真濟間學校攏食到有問題的炊粉。新竹市政府衛生局長在會議中公開跟米粉業者講說，米粉含甲醛沒關係啊，煮一煮就可以吃了。甲醛是一級致癌物，甲醛是不得在食品裡面做添加。我們的衛生局在當下就立刻會同食藥署，在6月3號前往該工廠進行檢驗與稽查，並沒有發現這一批就是台南市通報的問題米粉。我們還是自主的抽驗了現場工廠有看到的幾個不同批號的米粉。食安問題升到政治攻防，嘛互2026新竹市長這個選戰加添無確定性。